高雄柏嶺國小轉型做台語實驗小學已經1年了。小學傳出講，這新學期的1年啊新生，干那7個爾，也無到舊年的一半。校長講，主要是受到這少子化的衝擊，不離個這校區學區外口的囡仔呢，也佔4個，也代表講辦學受到肯定。今年因會把這台語部分對這個幼稚園來定根，或者台語小學這場球啊愈發愈在。用台語感謝阿母的辛苦付出，和台語課程拖尾一冬。柏嶺國小轉型台語實驗小學的頭一批1年啊，無論是台語能力還是學科的提升，攏讓家長真放心。不過現在所傳出新學期的新生人數剩7個，也無甲舊年16個的一半，和各界是真煩惱。校長講這是大環境少子化的關係。不過學區外囡仔佔4個，也代表辦學有受到家長認同。用台語來教冊，無影響到囡仔學習。你今年因也按算要甲台語教育。幼兒園來定根。按下早啊問好，食點心，食中晝，困中晝，放學。老師會用這足熟悉的台語的語言，加深啊互動交流。吼，啊，第二個重點就是我要請專業的台語老師入來班級繪本講故事。師資的部分，除了老師就是專業上的成長之外，我們也會引進外部的師資，一些像跟大學的教授合作啊。還有就是我們專業輔導團的部分。校長講，來讀柏嶺的囡仔學區外1年比1年多，正做台語小學未受到學區的限制，柏嶺閣會當延續發展。轉型做全國頭一間台語小學，是因的環境嘛是挑戰。有學者建議，除了台語以外，閣會當發展特色課程，甲別個領域的人求來做咱台語人。因為別個作文本地無咧用台語，所以你即馬顛倒是你家己吸引入來，因為即個物件，真像講咱有台語加科技，伊家長想要互囡仔學科技，伊愛先來學台語，也是迅速學台語，安尼台語的市場就變大。咱的公家的考試的制度，包括大學也是公職人員這個考試，應該愛採用。這嘛希望就是講，這個民間吼企業嘛會使來認證。新學期要開學啊，校長講實驗教育的成果，唔是一冬兩冬會當做出來嘅。學科方面的知識一定袂讓家長失望。所以來除了繼續提升老師的能力以外，在環境方面，嘛打造更較儕台語元素，讓囡仔順其自然學台語、講台語、愛台語。記者柯家族、邱超陽、高陽昌報道。